哎呦，伯虎，你别走那么快呀！哎呀，唐贤弟你就画嘛，哎，你就画一幅就画一幅啊！啊，祝兄实在对不起，小弟最近心绪不宁，什么都不想画。哦，玉民心如明镜，堂兄今天有什么烦恼，不如跟我说出来，我来帮你排忧解难。正所谓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如果祝兄不来烦我的话，小弟的心情自然会平静下来。不说就不说，不画就不画呗。先借我100两银子。哎，我不给你画画，就应该借给你钱吗？这什么道理？哎，就是说，我要自己出银子给自己买个宁静，是这意思吗？哎，瞧您见外了不是？我是管您借，借了要还的。让我猜猜啊，祝兄莫不是要去会那个李花魁吧？知我者伯虎也。正所谓舍不得银子抱不着姑娘啊。祝兄，我很欣赏你的专一，但你能不能找个良家女子，比方说秋香姑娘？哎，那倒不是啊。像秋香姑娘那么好的女子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，比方说春香啊、翠花呀、春绵呀，还有冬菊呢。这些重口味还是比较适合你，我实在是招架不了啊。那等到什么时候你和我的口味变成一样的了，你再问我借钱吧。当真不借？当真不借。不借你可别后悔。绝对不后悔。好，我去找徐贤弟。请。祝兄慢走啊。哎，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我们家公子不见你，走。您行好。这点小意思啊。小意思，早说嘛！给我滚！您何必呢？你让我见见你们家公子，又不会怎么样，是不是？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我们家公子不见骗子。不是，你说谁是骗子？我说谁心里清楚。就算我是骗子，我绝对不骗你们家公子。那不行，我们家公子一见骗子就上当。你走不走啊？我今天就不走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不走，走不走？我就不走。看见哥们，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怎么回事？嚷嚷什么呢？公子，又来一个骗子！徐公子，我绝对不是骗子。您看看，武功秘籍。您看看，你拿武功秘籍还说不是骗子？休得无礼！是不是骗子，我自己会分辨啊！哟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绝学积水3000吧？对呀，公子，实话，我一拿到这本书，就立马给您送过来了。你打算多少两银子让给我？公子，您说这话就没意思了。就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，去。真的10两银子就让给我？真的。好朋友，兄，给钱。没钱，没钱，没钱，给钱。快点！谢谢公子，谢谢。走了，好朋友再见啊！公子，您干嘛去？泡妞。薛红，祝公子，你们家公子在吗？祝公子，您来晚了。刚才有个骗子比您先来了一步，我们家的钱都让他骗走了。骗子！这你们也太不小心了吧！与其让骗子把钱骗走，还不如让我把钱借给我用呢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哎呀！石榴，快躲一躲吧！徐公子来了，你自求多福啊！哎呀，他怎么那么烦呢？天天都过来。石榴姐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，哎呀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石榴姐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
没事吧？哎，徐青青，徐公子，你没事吧？石榴姐，感谢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又拉回来了。我本来过来是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的。是不是以后你不再理我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那能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来是要跟你说，我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《积水3000》。庄子曾经曰过：“朋之喜于南冥也，水击3000里。”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什么，反正一下就9万里了。哼，吹吧，哪能一下就几万里啊？这怎么能叫吹呢？这是武功绝学，说出来不怕吓着你啊！但凡我练成功了，掌到之处无坚不摧。很厉害哦，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跟你有关系了，我练成之后可以保护你啊。啊，你觉得我这个样子需要你来保护吗？那肯定需要啊！你看啊，你这貌美如花的，倾国倾城的，还有点弱不禁风的，那肯定需要保护啊！这个人一定就是我，只要我这神功一练成了，我们俩就一起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，你看好不好？心里一定乐开花了吧？行，换个人行吗？这怎么能换呢？换了人我哪还有动力呢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就一本破书想让我跟你过一辈子啊？好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我练成了神功，我就过来娶你，我亲自来。这书是假的，万一要是真的呢？真的你也练不成。石榴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我呢？我今天算明白了，你这是在激励我是吧？难为你这一番苦心了。你放心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练功，练成之后我就过来娶你。别那么入神的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喜欢我。走着。你不练成就别来找我。哎呀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石榴，杀了我吧！哎，石榴，徐真卿怎么走了呢？我把他赶跑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这样就把人赶跑了呢？这不是咱们华府的待客之道啊！你应该让他挑几担水再走嘛。哎呀，笨呐，笨！文贤弟的话实在是高古清奇，冠绝天下。若是能赐小弟一二墨宝，回家好生研习揣摩一番，日后必定有大成啊！嘿嘿嘿嘿。哎呀，祝兄啊，不是小弟不帮你，只是琴棋书画这些嗜好，我都给戒了。什么？戒了？大丈夫立命于世，当以功名为第一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啊，跟读书相比，这些吟诗作画都是雕虫小技，不值一提。祝老哥，我实在帮不了你，你还是请回吧，我要用功了。不是，人若知，老爷，徐公子家人求见。哦，快请快请。哎，我这，你看我这，哎，请。小人拜见文老爷。哎，今日你家公子派你来是为何呀？明日我家公子略备酒席，想请公子们去看他练功。祝兄，看见没有？啊，我们的徐公子是多么的大方好客呀！你再看看你，哎，既然你家公子盛情款待，回去转告他，我没有时间，我要用功读书。哎，我说祝兄，你好这口，要不你去？我明白了，您肯定也没时间。小子告辞。哎，不是别介，我有时间哦，哎，走你！啊？人呢？没人。
让你请个人你都请不来，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？没人来。徐贤弟，哎呦，祝兄啊！嗯，你看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好。哎明明请了3位，你看看只有1位来了，这是真朋友。哎呦，贤弟您过奖了。那里边请吧。哎，先不急，先不急啊。哎，最近祝某吧有些拮据，不知能否借个1、2？你这不就见外了吗？你说说。徐红，拿100两银子。公子，咱家哪有钱？谁说的？不刚卖了1幅画，卖了100两吗？拿出来。没了。拿出来。拿去用。祝兄啊，下次没钱你就直说，你就自个儿来就行，你别客气嘛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多谢了啊！哎，不是，还要进去看我练功吗？哎呀，那还用看吗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我看好你哦。这还用你说？我也看好我自己。什么朋友啊？公子，咱还练吗？你下次能不能把钱看紧点儿？啊，明知他是来骗钱，你还给他，谁让你给他的？进屋练功。快点！怎么没动呢？动就怪了。你说什么？啊不，我说练练就快了。是不是我这练法有问题啊？您终于明白了呀？不是，这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分心了。我的注意力不够集中。我去趟茅房，回来接着练，等着我啊。哎呦！公子，您回来了，舒坦多了，这回肯定集中啊！试试啊！哎，公子，好像动了，您再试试。好像动了。呀！神功练成了，厉害啊！厉害！公子你太棒了！哎呀，好吧，既然练成了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啊！哎，恭喜公子，贺喜公子！明天河边练去。真倒霉！瞧见了吧，徐公子又发疯了。这什么时候正常了？就是啊。哎，走。这怎么没有动静呢？是不是水面变大了呀？那看来还得多练习。哎，再练啊！摇摇转，预备，开炮！哎，预备，来了！
么说？王爷，我是雷川呐。去你的！他呢？把师爷给我交出来！王爷，我就是师爷呀。好啊，你个混蛋！我掐死你！一帮蠢材，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好，蠢材！您比宁王还急我能不急吗？啊，要造不好炮，他就不能造反，他不造反，我告发谁呀？哦，对，气死我了！王爷，属下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拿去。是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我一直对你信任有加，可你呢，却辜负我的一片信任。到今天，花费巨大，连一门大炮也没有造成，不是裂了就是炸膛了。今天应该是第5次了吧？第6次，王爷。哎，第6次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呀。说。首先，属下不该一心一意的为王爷省钱。另外，更不该为了铸炮往里搭钱。这话怎么说？王爷有所不知啊，这次你所拨的款项，连购买铸炮所需的封魔铜都不够啊！我怕王爷着急，没敢禀报，只能时时节省，处处与奸商讨价还价呀。谁知奸商狡诈，竟往封魔铜中掺入少量黄铜，致使炮身炸裂。铸成此错，属下罪该万死啊！那你搭钱又是怎么回事？属下虽然处处节省，但铸炮资金仍然不足啊！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擅自拿出自己的薪俸用于购买铸炮原料，致使王爷至今不知铸炮的真实成本，蒙蔽王庭，属下罪该万死啊！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此次铸炮失败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你的功啊！属下不敢。属下虽说是好心，但铸炮失败，属下难辞其咎。属下罪该万死啊！少来这一套吧。那我问你，要造一门大炮，需要多少银两？这个至少6万两。几万？那如果节省着用，5万5千两也可。一派胡言！什么5万5千两？你张口闭口的就有5000两的出入。造炮不是闹着玩的。那王爷，如果节省着用，少一点也是可以的。那我就给你6万两。但是这一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遵命。去账房领钱去吧。钱，你不是钱，你是我亲爹。行了啊，老规矩，你3，我7。不行，我不要。姐夫啊，为什么我老是那个小小的3呢？我都快成小3了。再说你就成小2了啊。我2？不是姐夫，这造炮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你放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姐夫，我可真佩服你呀！干啥呀，姐夫？我是说，你会说瞎话，挣钱不要命啊！你先烫手啊！不要
还给我！哎，别呀别呀，我还没那么傻。雷总管，谁呀？雷总管，王爷有请。小人叩见王爷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雷顺呐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5年了。这5年，你觉得我对你好不好？王爷待雷顺恩重如山。如果有人忘恩背主怎么办？千刀万剐。说得好，我现在就怀疑有人在骗我的钱。啊！王爷，这不会吧？先后6次造炮，总共花费巨大的银两，到现在连1个大炮也没造成，是不是有人中饱私囊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次要找你来？王爷，过来。原来你找我是……我这次找你来，就是要你暗中查明此事。我怀疑师爷在贪污我的钱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谢王爷信任。此事不能声张，只能暗中去查。肯定，小人明白。我谁都不说。此事办好，我有重赏。谢王爷栽培，您放心，这次一定查成个底儿掉。去吧。是。顺儿啊，来坐。王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啊！恭喜姐夫，贺喜姐夫啊！喜从何来呀？王爷怀疑你贪了他的钱，他要派人查你的账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你这算什么好事啊？我是说，他把查账的任务交给我了，这当然是好事啊！哎呀，谢谢你，你就不应该谢谢我。我谢你干什么？要是换了别人，你就完蛋了你。啊，这倒也是啊。哎呀，以后分钱，咱得改老规矩，不能你7我3了。行，以后你2我8。我2？怎么越来越少了？那你想怎么分呢？5分账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这回我帮你逃过一劫，要不你就活不了了，你小子。我活不了，我先把你供出去，我看你有什么好果子吃。姐夫，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前几次铸炮的银子都花完了，炮也成了废铜一堆，现在是死无对证啊！关键是这次，咱们一定得把亏空给填上。姐夫，你是说这刚刚到手的银子还回去？谁说还回去呀？有钱不贪，不嫌丢人呐！不还回去，那咱不造炮？谁说不造炮了？你不造炮，王爷不把咱杀了。我不明白了，不还银子还想造炮，你脑子没病吧？谁说我脑子没毛病？你脑子才有毛病呢！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炮要造，钱也要贪。这钱都让我们给贪了，你拿什么造炮啊，姐夫？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正想着呢。原来你还没想出来啊？废话，我想出来，我早告诉你了。行了，跟我出去走走。我不去，我在这查我店。走啊！
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吃饭吧。吃什么饭？这都练了10几天了，都不见成效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你没练成，我惭愧啥？哎，徐红啊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“咚”的一声？什么咚啊？哎，公子，我听见咚的一声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就证明我这神功见成效了，是吧？太有成效了，咱们回去吃饭吧。吃什么呀？要趁热打铁，要不然就前功尽弃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弃不了！你看公子，你有1就有2，有2就有3。懂什么呀你？这只是初级水平，人家书上说了，最高境界，我这一掌下去，能激起3丈3尺的巨浪。3丈3，那不把桥都淹了？有道理。哎，公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免得弄得桥毁人亡。哎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！没听见我们家公子说吗？一掌下去3丈3，想活命的都离远点。小哥弟，走！大明城的人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么爱看热闹啊？什么素质啊？就是闪开，闪开！让我看看。你，离远点！不是，说你呢，离远点！呵，一会儿我们公子啪一掌下去3丈3巨浪，你不想活命了你？远点，远点！骗吧！哪有那么事？还跟那练呢？一练好几天，看见没有？你脑子有问题。婶儿啊，我想出来钱的道了。怎么来钱啊？瞧他，瞧，不告诉你。钱老板，这不是雷老板吗？今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废话，我到你这来能有什么事啊？买粮食啊。买粮食，你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。您全要啊？哟，这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呵呵，拿着，这是定钱，其余的钱你过去送粮食的时候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您慢走。柴火，干柴火，你所有的木材我都要，你家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拿着。哎，谢谢雷总管，给我送雷佛。雷总管，哎，哎呦，雷总管过来了。这布不错。哎呦，我全要了，给我送到雷佛。好的，雷总管慢走啊。这么多钱啊！姐夫啊，请过目。另外，我还买了1500担糙米，800担黄豆，1000斤豆油，2000斤菜油，2000斤木炭，还有1000匹布。1000匹，这么少啊？你不知道，过2天这些东西都要爆炸，你买少了。啊，那我明天接着买。算了，别买了，这么连着大宗的买东西，容易让人起疑。到此为止啊，你就等着数钱吧。哎，姐夫，数钱先不着急，眼下有个麻烦，得赶紧摆平。说，那小子只在白天练功，可我们必须得晚上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让他晚上练。哎，公子，您先进去吧，我在这歇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太阳太晒了，我一会儿去买个斗笠。不是太阳晒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，你说说你？给我也买一个啊。相面算卦，看手相不要钱。哎呀，这位小哥面有不育之色，我送你3句话如何呀？快走，我没心思听你说这些。小哥是肝火旺盛啊！你管我肝火旺不旺？你看看，
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有点意思呀。继续。小哥呀，阳气太盛，阳亢阴虚，导致肝火旺盛，需按时饮食，避免阳光的暴晒呀。哎，你以为我愿意阳光暴晒呀？还不是因为……求大师指点迷津。阳气太盛，就需阴气来克制啊！啊？何为阴气呀？没有阳光的日子哦。你说哪里阴气重啊？水，那是属阴气的啊。在这时候出来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啊？谢谢大师，切记啊！谢谢。我可是大师啊！算卦、相面、看手相，太准了。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公子您得坚持，您这么坚持练下去，他肯定也练不成。放肆！不是我说，您真练不成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懂武功吗你？公子您看啊，您要练的这个功夫必须借助水的力量。可是这水吧，它属阴性，大白天的练属阳性，这阴阳一相克，您能练成吗？所以说，公子，您要想练成这功夫，咱必须得晚上练。晚上啊，有点道理啊。好，收拾东西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晚上来练啊。哎，公子，那我晚上再来陪你。不用你陪，晚上我要叫着堂兄、祝兄他们一起来见证我的神功。要是他们不来呢？你就跟他们说，我要给他们展示我祖传的快雪时晴帖，谁来给谁看。走，快！干什么？干这种破事儿，还用得着咱俩亲自去啊？派个人去不就得了？你懂个屁呀！这种事儿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。我都没怨言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那是啊，你没别的东西啊。赶紧走，把脸蒙上。快点儿，好了没有啊？快！我让你上来，快！慢点，快！哎呦！姐夫，你去哪里啊？过来！哎呦！哎，炸药买好了？买好了。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谁让你点的？那什么时候点啊？些许的来再点。那他什么时候来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样，我休息会儿啊。等他们来，把我喊醒啊。哎呀，这大徐贤弟啊，这快雪时晴帖是在这儿吗？来了，姐夫，就在这儿啊。来了，姐夫，干什么呀？来了！你们别离得太近啊！为什么呀？就我这功力啊，我这一掌发出去，就跟排山倒海似的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又在点？你不是说他来就点吗？我什么时候说的？那什么时候点啊？练功的时候再点。等他那个，嘘，听我指挥啊！徐贤弟，你是让我们来看帖的呀，还是让我们来看你练功的呀？就是。哎，算了，既然已经来了，你就赶紧练吧。练完了我回家睡觉去。来，哎，快！现在呢，小弟这功力呢，只是初学乍练，功力呢还没那么深厚，可能呢也就只能听到那么咚的一声。哎，都已经有声音了。哎，看来徐贤弟真的是小有所成了啊！过奖，那我就开始了啊！啊，来！哎呀，呵，这架势很有武林猛虎的风范啊！啊，对，过奖了，来了啊！来，呀！没事啊，这也。哎呀，徐贤弟，你这一掌击出去，真是波澜不惊啊！看来你的功力已经进入到化境了啊，是吧？
这正所谓叫做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这就是武林盟主的作风，这是高手。这还武林盟？不是，他都这也行了吧你都语无伦次了。不对呀，这书上不是这么说的。书上说我这一掌击出去，就有3丈3尺的巨浪啊。书不是什么都对吗？这孟子曰：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啊。”哎，对，不对，就是说嘛。哎呀，不对，我的试试，好吧。哎呀，没用的，真是高境界了，是吧？快点！走，真是。塌了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这是？我练成了，我这功力这么深吗？一掌把万年桥都震塌了。别瞎说，这明明就是被炸断的嘛。对啊，还有火药味呢。什么火药味儿？那分明就是我一掌震断的。明明就是炸断的，我震断的，是炸断的，震断的，关重大。徐贤弟，这就是我震断的。你怎么可能把桥震断？就是我震断的。哎，你们几个，哎，你们4个，谁把这桥弄塌的？啊，我？不，刚才我这一掌就给震塌了。不，大侠呀！既然您承认这桥是你弄塌的，那咱们衙门一趟吧。好嘞，不是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啊？对呀，废话，他把桥给震塌了，我不抓他，抓你啊！听见了吗？不是，听见了吗？你们不承认我的功力，人家官差大哥承认。2位好眼力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走着，走，这什么智商啊？这是疯了吗他？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呀，这是。这怎么办啊？赶紧的！快走！走吧，下去捞鱼啊，咱们。哎，好的，这桥怎么做的？我就够扔了。哎，接着，弄坏了呢。哎呀，谁弄的这是？有事儿了。都说这牢房挺黑暗的，我觉着不错呀。你看，还有如此好的饭食，就是这桌子有点高啊。那是，要不是我徐宏上下给您打点，您还吃鸡腿，您连根鸡毛您都见不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公子，咱还是想办法出去吧。出去啊？为什么出去啊？如此清静之地，正好适合我修炼。不是我说，这么给上下打点，这牢房咱住不起。你不懂，外面的世界如此纷扰，难得有一清静之地，怎有出去的道理？公子，您这是练武练疯了吧？说谁呢？走，别影响我练功啊！不是，您好好考虑。走。成，那您在这好好练。您在这待着吧。哎，记得下次跟他们说，这桌子弄矮点，吃着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哼！哎！哎，行了，别敲了！你们等着。走，跟我进去吧。大人啊，升堂。下面何许人呀？小名文征明。唐白虎。祝枝山拜见知府大人。你们有何贵干啊？哦，知府大人，事情紧急，我们就不套话了。孟子曰：“先王之道。”知府大人，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。那个徐真卿，他是无辜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的意思是徐真卿是冤枉的？好，那你们随本官走一趟吧。哎，接着。
啊，大家都往这儿看啊，这就是徐真卿为了这个沽名钓誉，一掌震塌了的百年古桥造成的恶劣影响。我若不把他放进监牢，这天理难容啊！我们都知道，所谓徐真卿一掌震塌万年桥，根本就是夸大之词，无稽之谈。知府大人竟然也相信，不怕被人笑话吗？如此这般，可是会影响知府大人的清誉啊！那恐怕还有诬良为盗、抓人抵罪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的嫌疑吧？我也知道徐真卿有点冤枉，那就请知府大人赶紧放人吧。不可！为何不可？哎呀，这狂生啊，逢人便说，他一掌震塌了这百年老桥。这个我若放他出狱，哎呀，他到处去乱说，岂不是我有私放人犯之嫌吗？若是上峰追查下来，不但保不了徐公子，哎，而且啊，本人的官位啊也难保啊。哎，可现在在您的大牢里面关着一个无罪之人，这该如何啊？这样可以吧？若是他能承认是自己吹牛，哎，我马上放他出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走。这万年桥真是我一掌震塌的，那桥就塌在那儿，铁证如山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几位仁兄，这外边的人都是怎么说我的？外面人都说你吹牛无度，哦，当然，也有些人说你是罪有应得。那看看，还是外边有明白人吧？不是你非得自无清白是吧？什么叫自无清白啊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！这桥要不是我震塌的，就是高官厚禄你收买不了我，是我震塌的，对不对？你千刀万剐我也得承认啊！你就不打算出去了是吧？此地清静，适合修炼武功。你就不怕再也见不到石榴姐？既然祝兄提到了石榴姐，那我就更不能出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我要是承认我吹牛，石榴姐她肯定认为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对不对？她肯定唾弃我。那这样，那不就铸成大错了吗？反之啊，我要坚持在牢里不出去，石榴姐肯定认为我是一条汉子、爷们儿、混蛋。到时候她肯定主动来到我的身边。与其在爱人的冷眼里生活，不如坚持在大牢里。不是，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嘛！不是，你还以为你真有神功啊？就你那我都会了，不值一提。我看他简直是走火入魔了，无可救药了，强词夺理，不知羞臊。对，不是你们敢污蔑我的神功，我跟你们绝交！嘿，你还来劲了是不是？行。就依你的，绝交就绝交啊！以后别来找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再理你。咱们走。哎，我走什么呀？你们走。理不清啊！真没见过这种人，吹牛吹到自己都信了。怎么这么棒的他都不领情？我看干脆以后别管他了。哎，二位仁兄，所谓绝交啊，都是气话，不能当真。说的也是，徐贤弟一直以来成天想练出什么，但是始终无果。好不容易啊，碰到一件那么凑巧的事情，就一口咬定是自己练功练出来的，就希望我们能看得起他。我们呀，不能再打击他了。毕竟兄弟一场，得想个办法救他。依我看，只有一个人能劝服他。谁呀？石榴。走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唐公子啊，石榴姐，来，快坐。啊。那吃。哎呀，不用客气了，我不饿。哎呀，我总得招待你嘛。真不饿。哦。石榴姐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有件事情，那我想要求你。你求我？这才几天呀，就这么快向人家求亲了？我……哎呀，你脸皮怎么那么
起码找个媒人来啊，弄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答应你。答应什么呀？不是来求亲的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啊！我真不客气，我是请你帮个忙。帮什么忙啊？我想请你帮忙，救救我的兄弟徐真卿，徐公子。徐真卿啊，他不是在牢里待着呢吗？就是啊，我想请你帮忙，把他救出来。哎呀，救什么呀？让他在牢里待着呗。16姐，你就帮忙吧，好吗？求你了。帮忙可以呀，那你怎么报答我呢？是我愚昧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呀，你这个呆子，讨厌！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，你说吧。那你就陪我去寒山寺玩一趟吧。16，我去买菜。秋香姐，你们先忙。哦，秋香姐，唐公子，秋香姐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秋香姐，你听我说，我跟16姐什么都没有的。就算有什么，也没什么呀。什么没什么？那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呀。后来你看到他对你好，你就喜欢他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喜欢的只有秋香姐一个人呢。我可真不敢当。我说的是真的。不管真的假的，唐公子，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。为什么呀？你是堂堂的谢元，我只是华府的一个丫鬟，门不当户不对的。丫鬟又怎么了？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。你看，嫌弃这种词你都说得出来，还说不嫌弃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被你深深的打动了，那种甜蜜的感觉，就好像有人给你一个狠狠的耳光一样，让我永远都忘不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唐伯虎，啊？陪我去大牢。啊？去劝徐真卿啊！走吧。徐真卿，醒醒啊！16姐。我一猜就是你，只有你打招呼的方式那么特别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想我了是吧？哎，来，坐。哎呀，坐什么坐呀？跟猪圈似的，我才不坐呢！这是人坐的吗？粗鲁。不过我喜欢。16姐，那敢问你这次来是？哎呀，咱们废话少说，你呢，赶紧写个条陈，就说你吹牛，这万年桥啊，不是你震塌的。怎么你也认为我在吹牛呢？哎，我心直口快呗啊！快写啊，写完了他们就让你出去了。那不行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是我震塌的就是我震塌的，我不能不承认呢。你还真以为是你一掌震塌的？你有那本事，哎，把这牢门震塌给我试试看。那更不行了，这是朝廷的王法，毁伤不得。什么毁伤不得呀？啊，你就没那个本事知道吗？你醒醒吧！我跟你说，不是你震塌的。那不是我震塌的，是谁震塌的？不吹牛你会死啊！不是，你为什么一定认为我在吹牛呢？我明白了，你还是喜欢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就直说嘛。你是怕我在这吃苦受累，想让我早点出去，对不对？谁喜欢你呀？啊，我巴不得你在这牢里坐一辈子。要不是唐公子来求我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哦。是唐伯虎让你来的是吧？对呀。那我更不能承认了。
他们一直就想诋毁我的武功。如果我要是承认了，那就正中他们下怀，他们不得笑死我呀！16姐，麻烦你回去转告唐伯虎，让他不要再枉费心机了啊！这万年桥就是我震他的。哼，是你震他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这桥就毁在那儿，这是多大的一个证据啊！那你说不是我震他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能有什么证据啊？那你这就是在污蔑我了。好，我污蔑你，你在牢里待着吧，一辈子别出去了。你走着瞧，那桥也是我震他的呀。该死的徐真卿！哎，16姐，劝的怎么样啊？没劝成啊？唐公子，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寒山寺玩啊？不是，你没劝成，我凭什么还要陪你去寒山寺玩啊？哎呀，你陪我去嘛！你只说要劝徐真卿，没说劝成劝不成啊！你陪我去玩嘛！去嘛！啊，好，行。走吧。卖菜喽！新鲜的蔬菜。哎，过来看看呀，卖菜喽！哎，卖菜的，新鲜的蔬菜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要买点什么呀？这菠菜怎么卖啊？哦，这个20文。怎么这么贵啊？你不知道，现在万年桥都塌了，进什么东西都得绕道，这哪能不贵呢？哎，你要多少？不要了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哎，姑娘买菜吗？这个菠菜怎么卖啊？哦，30文一斤。哎，好，你拿好啊！卖菜，新鲜的菠菜啊！老板，还是您比较实在。这20文一斤的菠菜，给我来2斤。60文。这么贵啊！谁啊？谁在场啊？怎么那么没素质啊？走了。喂，你们快来看呀！我和唐公子在约会呀！哎呀，你别害羞嘛！唐公子，如果你不愿意陪我去寒山寺，那就算了。啊，真的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我要买绒花。啊？买吗？鲜花赠美人，16姐。是唐公子。你在干嘛呢？没干什么。我买菜的钱不够了，你借我点钱吧。16姐。秋香姑娘，秋香姑娘。唐公子，这花不错，真漂亮。秋香姐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秋香姐。唐公子，你干嘛？秋香姐误会了。哎呀，误会就误会嘛，我不在乎。哎呦，我在乎。哎呀，你说过要陪我在街上逛的嘛。走吧，走啊。王妈妈，什么事儿啊，秋香姑娘？我买菜钱没带够，您能不能借给我60文钱？买2斤菜要那么多钱呢？哦，我怕一会儿又涨价了，我先借点预备着。菠菜，新鲜的菠菜，来看看喽。多少钱一斤？哎呦，
这儿30文，25， 30， 25， 30。你要再不买，我可涨价了啊！谢老板。什么？菠菜竟然30文一斤？是啊，老爷。不到别的店去问问吗？可别人家更贵呀，老爷。哎，没有办法啊，谁让我心软呢？买了还得给你报。来，这是你的，来了，买菠菜的钱。谢老爷。哎，老爷，这钱不对啊。怎么不对啊？菠菜一直是10文一斤呢，你刚才买了2斤，我给你20文，1文不少啊。可是现在菠菜涨价了呀。可老爷，我的官方一直没涨啊。如果这么下去，岂不是坐吃山空？哎，此风不可长。可是老爷，再说了，老爷我一直是为官清廉。要是让人知道我吃30文一斤的菠菜，说我腐化堕落，有损我的清白。可是老爷，现在20文钱连1斤菠菜也买不着啊。秋香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，要学会1文钱当2文钱花吗？可我还往里搭钱了呢。秋香啊，哎，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来烦老爷呢？你一向是个人吃点亏算不了什么的啊。秋香啊，你都是要当娘娘的人了，干嘛和老爷我计较呢？啊，这里头还有我管王妈妈借的钱，我可怎么还呢？那怎么借的？怎么还呢？我们华府可是讲究信誉的啊！啊，赶快还上啊！老爷。1文钱当2文钱花，怎么借的？怎么还上？哼！公子，文老爷和祝公子到了，终于来了。今日为何事要与我2人相邀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写了一幅条陈，准备递到南直隶江苏巡抚衙门，替徐贤弟申冤。只是小弟的文采粗陋，想请2位帮忙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妥当的。多多指教啊！这个条陈，我呢恰好也写了一副。哎，哦，请堂兄过目。堂兄，你看我的文采如何呀？哎呀，文兄文采焕然，大气磅礴，引经据典。只是我看了数十行之后，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啊？看了几十行还没看明白，那可真的是，不着一字尽显风流啊！哎，不然，其实我认为这条陈啊是用来说明情况，只需要言简意赅，层次分明，文采应该是其次的。对。安叔，我想找一下唐公子。哦，好，请。好。哎呀，我觉得这2份条陈呢，是各有千秋，不分伯仲。那依您看，到底是哪一份条陈适合递到衙门去呢？2份都递去。啊？为一件事儿上2份条陈？不可。为何不可？这么做才能引起巡抚大人的重视。哎，我衙门里面有朋友，可以代为转呈。唐贤弟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呢。公子，秋香姑娘来了。哦。秋香姐，切，瞧她那副重色轻友的轻飘样子，连招呼都不打。永明啊，哎，此情此景，我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呢？是不是有点像某人呢？
我啊，哎呀，食色性也。子曰：“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，此之谓也。”好，走了。不是，他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调臣，走了，走了。着什么急？走，干嘛你？走了。秋香姐，久违了。唐公子，何来久违之说啊？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之说了。可是我们上午还见过，连一日都不到啊。哦，对，上午才见过，当时我正跟石榴姐。秋香姐，你必须要相信我，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个，我跟石榴姐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这个，你必须要听我解释。难道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事情？我当然不是啊。难道秋香姐你也对我？唐公子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愿不愿意借我点钱啊？这个也愿意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我问王妈妈借了买菜的钱，一时还不上。60文钱。哦，这样。哎，长安，拿100两银子给秋香姐。啊，是。公子不用那么多，60文就可以了。哎，不，秋香姐，60文能做什么？你用钱的地方多，以备不时之需啊！来，拿着，收下。我不能平白无故拿公子的钱啊。60文，不多不少，60文就可以了。秋香姐，不好意思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唐府向来没有零钱，你要借呢，就只能借10两银子。秋香改日一定奉还。告辞。哎，秋香姐，秋香姐吃饭了吗？今天有螃蟹啊！公子，你不用追了，秋香姑娘不是说了吗？来日还钱，到时候啊，你就能够见到她了。哎呦，这纸都快被你给看破了。怎么样啊？唐谢元和文先生的字儿都不错，只是这内容不够风雅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这都是给徐真卿申冤用的。您看，给多少钱？一幅50两。啊，这么好的墨宝，您才给50两？成交。好，50两，100两。再给一张。说好的。行，回去。诸位，本店今天开业大吉呀！有买米买面的赶紧了啊！先来先买，进单。哎，别急，都等我们看会儿啊！看不对，老板，我都等半天了。哎呀，我先来快点。张家，明白。掌柜的，给我20斤大米。啊，80文1斤。80文？哎，刚才不还70文的吗？啊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，要不要啊，大弟？下一位。哎，别，我买。哎呀，只当倒霉，抢吧。
给我称50斤米，90文一斤。又涨价了，80文呢？刚才不还80文的吗？刚才他买走20斤，我这就少了20斤，东西少了，我自然要涨价，物以稀为贵。你这不是敲竹杠吗？我还敲大锣呢，你管得着吗？随你怎么说。你到底买不买？下一位。哎，我说，干脆别买了，咱们上对面去。刚才对面那家店才80文一斤。对了，还是去对面买吧。算了，去对面排队，排到了估计又涨，还是在这买吧。哎，说得很对呀，还是在我这儿买啊，100文一斤。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就是，有本事你别买了。给我拿40斤。你刚才不是买50斤吗？老子带的钱不够了。嘿，还挺横啊！给他装米。这下又亏了。哎，接着啊！姐夫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你看那边。桥都塌了，怎么还这么多人啊？谁让这里进城最近呢？那倒也是。是啊。啊，明天咱们的火腿腊肉每斤涨5000银子。啊，怎么涨这么多？没看这桥断了吗？物以稀为贵，他能过得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徐老弟，你来了！大哥，想我了吧？这点小意思您收下。姐，你这，别客气，您拿着就行。这不是客气，你再给点，不够啊！啊，这万年桥一塌，我们大家都得吃饭，对不对？这物价得涨啊！您这儿也涨了。就这么多了。开门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公子，咱吃饭吧。完了。徐红，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，这饭菜越来越差了不说，这桌子什么时候能弄矮？吃饭累得慌。那我没办法，公子，自打万年桥一塌，各种物价都上涨，你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。外面好多人吃糠咽菜呢。哎，都怪我呀！这一发功，就把万年桥给震塌了，让百姓遭此大难。徐某罪大莫焉呐！公子，您现在应该想的不是这个，您应该想怎么想办法出去。我现在给您打点的费用都涨价了，撑不住了。哎，要不我找找唐公子他们？你敢？我跟他们已经绝交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们污蔑我，说那万年桥不是我震塌的，气死我了。公子，要不先吃饭吧？不吃，桌子太高，吃着累得慌。这桥怎么塌了啊？这不坑人吗？喂，能跳过去吗？这也太宽了吧，过不去呀，恐怕。哎，这不行吗？过不去的啊！看少爷我的。
哎，行不行啊，少爷？没事吧，少爷？喂，少爷，你赔我钱！少爷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个王八蛋，竟敢撞我，赔我钱啊！凭什么赔你钱啊？凭什么？大家都看到你撞我。谁看见了？谁撞你了？我现在啊被你撞了，我又不耐摔，我有病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还不赔钱？大家快来看啊！撞人不赔钱啊！别动了！哎，拿钱来啊！还要给他钱？哎，拿来！拿过来，给他算了。嘿，闭嘴！哎，少爷今天算是见了鬼了。算你识相。小西哥，这买卖不错呀。那当然，这白花花的银子。哎，摆渡喽，摆渡喽！哎，船家，哎，多少钱啊5000银子一趟。5000，这么贵啊？对，这也太贵了吧！3天以前就这个价。算了，上吧。哎，小心啊，慢点。哎，小西哥，摆渡好像也涨价了。摆渡也能挣钱？我要是想办法弄点钱以租条船的话，是啊。哼。亲爱的姐姐，借我10两啊，就10两。有了这10两，我就可以租一条船。租金以后，我就可以重新做人，洗心革面。10两。我1两也没有啊。这回我干的是正经生意。你哪一次说你做的不是正经生意啊？我是说真的。哎呀，我说的也是真的，我真的1文钱都没有啊！怎么可能啊？你在这里做了那么久，这怎么样算一算，一个月应该有7、8千银子吧？现在菜价涨了，老爷还是按以前的价钱给我报账，我每买一次菜都得赔个7、80文钱，别说工钱，我的积蓄都赔得差不多了。那你还在这里干嘛呀？你是他雇来的，又不是他买来的。废话，我离开这儿，你帮我进宫当娘娘啊？老爷说了，皇上早晚有一天要来苏州微服私访，到那个时候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是娘娘，而我就是国舅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国舅。所以说，咱们不管现在赔多少钱，我一定要守下去。那你还怨什么呀？还有，你刚说你积蓄都亏光了，那你用什么买菜啊？先跟唐公子借喽。唐公子，唐公子，我走了，姐。干嘛去啊？喂。哎，小七哥，这个呢，你就先收下。谢谢唐公子。哎，麻烦小七哥在你表姐面前就多多美言啊。没问题啦，包在我身上啊。哎，等一等，小七哥，你这次是做认真的营生是吧？相信我了，肯定是认真的营生了。哎，上船了，上船了！哎，5文钱呢，5文钱！来，哎，慢点，来。摆渡走了，1人4000银子，来，1人4000银子而已啊！那边便宜，我们去那边坐船。哎，客官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来了，这边是4000银子啊，咱们去那边吧。上船了，便宜点啊！你干什么？贵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1人4000银子。来，这边啊，慢点啊！来，这边。客官，坐了。快点！小七，你怎么这样？抢我生意？抢什么抢啊？我就是比你便宜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没你这么抢生意的。小七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吵死了，走开啊！
去别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哎，你们等我啊！来，算我船5000银子，来，快来啊！来，白兔走了，快来啊！我们等他这个，来吧，空的，来吧，快来啊！白兔走了。哎，停一下！哎，船怎么停了？就是啊。啊，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是时候给船钱啦。船家，你搞错了吧？刚才上船的时候不是已经交过钱给你了吗？刚刚你给多少啊？每人4000银子。是啊，对啊，4000，现在还要多给4000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说好了4000银子嘛。对呀，那个刚刚4000银子是从岸上划到河中央来，我们现在划到对岸去，要多加4000银子。你怎么能你这就是讹人？那你把我们送回去，我们不做了。行啊，不做了，多加4000银子。这个钱我们不可能给你，我们不给啊，不能给啊，这不能给，不给。那没办法了，我只好把你们送回去了。别咬我！给钱，我们给钱。说什么？别这样，给钱，把钱给你。钱给你，我船真好啊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谢谢啦，开船，我们走了。走，白兔走喽。别挤啊，都有份啊！别挤啊，再挤都给我滚蛋！哎呀，这啊，买不错呀，已经涨到140了一斤了，这么高，赶紧着走，别人来了，赶紧的买啊，要不然都没了啊！别买了，为什么？傻呀你，你就不会等价钱再高一点再卖呀？我明白了，不卖了，关门了，不卖了，走！哎，各位，今天关门了，不卖了啊，都走吧，哎，走吧啊！哎呀，走吧！姐夫真高啊！少拍马屁，看看咱们一共赚多少钱。我算算啊，哎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，140两加140两等于240两。哎，5加8等于几呀？5加8，看，超过10个手指头你犯迷糊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赚多少钱。哎，姐夫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就咱现在赚到手的银子，已经足够填亏空的了。咱明天就把亏空填上。笨呐啊！赚点钱就往外拿呀？不往外拿怎么填亏空啊？我脸给你挡呗！你不拿钱就不能填补亏空啦？姐夫，我又迷糊了。反正这事儿不能让外头知道。哎呀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是说，千万别让王爷知道。那更好啊，我小命就完了。我在你前面。我还是害怕呀。哎呀，你是一朝被驴踢，10年怕骑驴呀！啊，你真的王爷这么说的？这不是价钱都在涨吗？禀王爷，据小人仔细调查，四爷确实没有贪污，中饱私囊。没有中饱私囊，为什么他每次造炮都不成啊？造炮不成，实在是经费不足。胡说！我前后造炮一共投入数十万两白银，光这次就投入了6万两，还说经费不足。王爷，你有所不知啊。最近几年物价飞涨，别的不说，就您这次投入的6万两，只相当于前几年的2、3万两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我愿拿我的脑袋当宝。王爷不信，您可以派人去查呀。不需要派人去查，本王亲自去查。你这个废物！
您慢用啊。好，你说这阵子来完全没法过，哟，什么都涨价。姐，客官，您喝点什么？说，来啊，给我来一壶龙井。还要什么？来一碟罗汉豆。客官，您很久没有来了吧？怎么啦？现在罗汉豆已经不论碟了。哪论两啊？也不论两，现在咱论粒。您来几粒啊？30粒。哇塞，30粒。